眼界一開，原來咧有啲咁簡約嘅線條咁好嘅家具。明式家具嘅比例咧係同西方黃金分割咧係一樣嘅。明式家具基本上佢係用個木材本身嘅紋理去展現佢自己嘅美感，可以做到挽救一個古老家具行業嘅效果。明式家具嘅意思咧，就係佢係含簡約同埋藝術於一身。我哋中國人去睇明式家具咧，其實係由線條開始睇起嘅，因為中國人嘅文化裏邊咧，線條咧係比較嗰個立體係更加重要嘅。將明式家具咧同西方一啲嘅家具就去比較，因為佢哋好多嘅家具咧係由明式家具度啟發出嚟嘅。咁當然咧，我哋都會講我哋香港一啲設計師喺80年代開始點樣受明式家具影響，係做咗啲咩作品。咁當然亦都受明式家具真相影響啦。因為明式家具真相呢本書係香港首發第一個出版，開始咧向海外宣傳，將明式家具推高到係一個藝術品，一本書令到明式家具從香港走向世界。你覺得有邊幾件家具係亮點一定非睇不可嘅咧？其實有一件你嘅藏品咧，摺疊式小方桌咧，係我成個展覽嘅靈感嚟嘅。因為我見到呢個藏品嗰陣時候咧，我已經馬上諗起我哋70年代我哋香港一個品牌 Apollo 嘅一個麻雀台嘅出品。所以其實一個咧就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同香港一個生活文化嘅關聯咯。大型嘅家具咧，我特別喜歡咧，今次咧展出呢一張咧特步床，裏邊有床啦，有佢個梳洗嘅地方，就算去廁所都有嘅。所以對一個女士嚟講咧，嗰個床咧就等於佢嘅天下。收藏明式家具咧，好多朋友都會係集中喺個造型啦、線條啦、設計啦呢幾方面去考慮。我自己嚟講，咁除咗家具本身嘅一啲傳統之外，從家具睇翻一啲古人嘅生活面貌啦，或者係一啲古人喺一啲精神世界上面嘅追求啦，呢啲人文活動除咗係個家具本身之外，仲係一啲文化上面嘅活動。希望可以喺借住認識家具，去認識下古人嘅世界。陶淵明嘅《五柳先生傳》裏面提到：閒靜少言，不務榮利啊，好讀書，不求甚解。佢最尾有一句就話啦：短學專傑，單嫖女翁，顏如也。顏如嘅意思咧，即係休閒乜嘢都可以唔使理咁解。我哋好休閒，我哋喺度咧係享受緊呢個明式家具。